新竹竹东二重埔提新竹县头前海同宝山水库之间，都经含有几大片良田，充满传统客家农村的风貌。不过，呢一建设30年来，社会多摆差一些挨唔过土地证书哦。大家对二重埔农民的抗争应该也有印象，不过大多数人对伊人的印象，怕也路抢伊人太马古上的提个抗议。应该还有其他方式好表达农民的心声吼。台湾应用客场发展中心路同二重埔农民合作，发展农民社区客场，用环境客场的方式展现伊呢在田丘上做事的情形。每本观众能入田丘度，韩国深刻讲述的到农民同农田相互依思生存，对土地的亲密感情，也个了解到土地证书对当地居民带来的冲击。三个冲到太马上，用天空同大地做舞台，二重埔农民客场就要开始诶。为我们带来这一个农民剧场的演出了，你们都准备好了吗？观众又会去睇田顺后，又会睇田丘地背，就会等等的爱看农民客场的演出。规球的和黄嘅田丘就係舞台，小暖的日頭就係舞台燈光。平常時睇田丘後無限其他嘅工種人就係演員上台演出無貼嘅的打扮，但係立馬人人呼叫就係平常時做田色一樣嘅。一旦有人前等的腳步，有人能服從，做到一身汗流滿落。大家有看到嘅民國14年代工種人勞動嘅情形。以前用盤房啊，然後再改進到這第二段的，第3段就是改為那個園運的，馬達的，第4段現在改成割稻機了，發展一直發展，農業一直發展下來。以前我們老一代的，我爸爸那一代，不是用這個用這打的哦，那更辛苦啊。從我38年出生開始就丟到機器房啊，佢以前丟機器房啊，些以前冇打造，國寶些冇打造，10天頭都很要飄藍，一丟緊挨，有係變將喺舊火嘅火渣變落去丟腳，有氣血，有緊搞，有丟下嚟咧。新竹竹东二重埔離鬧熱的新竹市，視察位就唔是20分鐘，實涵看得到田丘好豐富，就像係表體上4項嘅室外童年。不過近來見發展的都市，二重埔的田丘一直處有愛證書的危機，先係竹科3期，裡面有工研院附近的都市計劃，二重交流道愛證書用地。土地抗爭的情形一直冇停過，30年呢都見唔切結束。政府啊，應該68年是開始進行我哋到遷人甲土地。我到68年開始是抗議，我保護了2天，唔願意進修。我到鋼田是鋼田啊，係你鋼田，雖然講申報，我唔是最起碼我傳子傳孫，我傳子傳孫有些唔我是。政府認為老你講重人最基本沒有先嚟本來嚟2天拿肥鐵本菜攤咯。不用啊，啲農田，我從細是耕田耕到大嗬，壓奶咯呢。你看人家進修呀，人家進修人應該嘛識埋咯，我啲多數咧，我啲冇埋條路啊，自己做到緊係熟學咧啊，人家進修我都識埋啊，冇條路啊。我講我進修嗬，我都非常反對啊。
另外政府你按母养母国来进行爱土地，讲你全部为爱着财产嘛，为财产啊为爱着农民的骨头嘛，啊，你老爱土地哪去？来改变，讲来是嘛主体气势嘛去，你时间都无做。不用真的割了，因为刚才已经割得很辛苦了，不用真的割，我们就是走一次那个流程，练一下那个流程就好了。长期经营沙溪客庄的台湾应用客庄发展中心，同意松浦农民合作，希望透过起出，可有很多的人了解到土地征收对当地农民带来的冲击。这2-3年，其实台湾的农业、台湾的农村发生了很多的议题，所以我们就在想说，那我们的这个社区剧场可以怎么样去回应这些农村的议题？然后我们跟自救会刘大哥这边有一些沟通之后，才决定我们在这里做这样子一个剧场的发展。你农民是会捞土地就甘心啊，捞你2天就甘心啊，你靠咧土地咧种菜种播的粮食，为啥啊一台台传下去啊？所以戏剧应用是将你抗疫现象用戏剧场的方式、社区剧场的方式表现出来，有效稳定哦。咩是会得介软体呢？你透过两个戏曲的方式来表现，本大家看，本政府看，你唔大像是讲为抗疫以外，你未有好稳雅的表达，你对土地的情感，对你农业的精神，本大家了解。我们的稻子割下来之后，我们要先把这些稻梗筛掉。你从普农民客庄的野虫表演，其实就係唔前用机器工作前，才聽農民一路以來工作的情形。一旦搬來老實的農用機器，再個本大家看到上做農業社會，見工家下有幾無限呢？我收哈，隔天平啲啦，也熟啲用一少少啲你要試我嘅嘅共享可唔欣欣？台灣人上面啊，全部有試啊。恢复以前的那个农作方法不错啊，我们之前的农作物就是确实是这样子做啊，就是从头到这完成收割都是一样啊，都不，我觉得大家都表演得很尽力，很耐力的在表演。做农作為結成年的老農民，我一旦控訴做出見工的情形，實在係難為一等。嗰所睇3整夜的客莊上課期間，老農民總係團結到農用的東西搬出來，還做出用的試田。上課的先生印象最深。因为他们长期就是实际劳作，就是有那些东西的时候才会去做嘛。所以当第一次说，请他们做个收割的动作，然后做个那个翻土的动作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做得很不顺。然后等到下一次练习的时候啊，那个真的是一仓库的农具全部都跑出来了。研究规划波塘持股、西股，再個做出農耕路通的情形，唔單止希望帶領觀眾行業時光農，體驗台灣嘅農村生活，還個希望做出農民同土地有一層的感情，同生活又有一層的相關。因為我們現在小朋友都在都市嘛，都沒有體驗這種農村的生活。那他這邊很特別的是，他不只是農村的生活，他保留一些很古早以前的這個作業的方式，那能夠讓小朋友體會到說，其實種稻子、收割這些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透過他們生活的呈現去跟大家說明他們對於他們這樣的生活的一個重要性，還有一個回憶吧。因為知道這邊的一些農地重劃的事情。對，然後想要關心一下在地的一些狀況，然後也順便帶小朋友過來體驗一下。對，因為他的偶像是農夫伯伯。對，他每天一早起床就是要看農夫伯伯跟農夫婆婆。韓國特別的係演出演出農民客莊有3個舞台，觀眾會談論演員乃西味嘅。
睇田橋、西谷場嗰台之間來來去去，依出離唔開環境，怪有意思。因为大家既然已经到农村里头来了，我们就不要再把大家限制在某一个地方而已。同时，也是大家来看这个农民他们表现他们的故事，同时也在体验我们的农村的生活，这个环境做连接。所以观众其实可以感觉到说，戏剧其实跟农民的生活是整个连接在一起。我们会想要用这种方式，是让就是来看的人，他其实也踩在田里去感受一下，说，真的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然后那个感受是什么，然后去就是一个将心比心，然后去感觉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块土地。各位向心，各位向心，各位向心，各位向心。你喺嗰個場合咧，莫對咧，喺修到人前苦苦咯，我哋進修嗰啲土地，你係人家山咯。戲唱人生唱起，你從普農民30年來一直冇結束喺土地而本人證書嘅媒體，就係表演嘅重點。農民團體講抗議場面，向前反朋友計劃嘅阿上伯來演出。我要帶來，我攞帶嗬，女全部得運得翻咧，超興藝啦，超興藝，等下藝咗表演，哦，等下藝媽嗬，藝咗表演。唔會見咗，其實嗰啲泰國嗬，我滿意，我講你哋泰國你選乜嘅選態，我滿意啊，哦，滿意選乜嘅選態啊，我是平下嘅。你的中央政府啊，你選乜嘅選態嘅？哦，中央你選乜嘅選態？哦，你看你中央選乜嘅選態？中央，你冇啦。綁燈拍布條，你從普農民在嗰做出抗爭的情形，透過劇場的形式，韓國優秀的來表現出亞條田橋對於人的生命生存有一重要的，對土地又有一層的感情。而本人看到，按多年來一定做乜嘅堅持愛抗爭。表面出嚟農村人。嘅憲法啊，按繁榮啦，大家按團結啦來過啲精神。你像你這樣繁榮嘅社區，這樣繁榮嘅團隊，你來破壞它，你讓土地拿去，來徵收它。你沒講徵收而用嘅基本都不做嘛嘅東西。這個還蠻重要的議題，對啊，那需要，因為總不能一直把農田去開發，然後蓋房子，那以後真的大家就會沒飯吃，所以大家真的要一起愛護農田。有一個名人講過一句話，就是說你必須要有了解，有了解之後，你才會產生一種行動。所以我想這樣子的一個，讓我們能夠更了解他們跟土地的感情，多多少少對我們來講，我們會去比較了解，也能夠認同他們的立場。那進一步去支持說，原來這個東西不止完全只是經濟的一個考量。我年輕唱埋，我大家我土生土長啊，土生土長很充不年啊。所以我們等全部所有的觀眾圍繞着我們的時候，場面很大，我們再開始，有的人篩谷子。中數咩？我今年74歲，今年74歲嚇，我大中興輪唔充不。一下從亞興嚟天興啦，你要慢先走。我住在協府路哈，我今年70歲了，我叫做鄧煥雄。你出現了，剛才沒看到。炒米粉，你是炒米粉。唐英雄，民國今年就是今年75歲，從8歲開始就鋼鐵。我住二重埔，我是彭宋亲妹。我從小就在農田種田，長大。一條農民演繹冇做過戲，表演可能看起來唔係幾刺激，唔係幾順暢。不過一旦真實的生活同路通嘅情形，都是冇辦法化理，表現出一人對土地嘅熱情同真心。
所以我们也希望观众来到这里，一方面了解我们这些农民他们在做的这些农事的整个过程，然后二方面也可以了解这些农民世世代代住在这里，在这里耕作，在这里繁衍子孙，他们跟土地之间的感情那么的浓厚，然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强烈的抗议这个土地被征收，也要让外面的观众知道，就透过这样戏剧一个很软性的一个沟通的平台，也让大家来亲近这些农民跟这个议题。我们过去因为都有一些比较急迫性的压力嘛，所以我们就可能会选择比较街头抗争的形式。可是事实上，人们的日常生活对这片土地不是只有抗争的时候才表达，他可能在耕种的时候啊，他怎么照顾这个水菌啊，他在收割的情感。所以我觉得戏剧是可以表达比较不同层次的对土地的感受。那不只是对土地的感受，还有人们在过往的记忆啊，其实是在这个空间上呈现。所以我觉得可以透过结合民众剧场来表达二重埔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历史记忆是非常好的。实际能睇天球空，谈论世界的变化，感受土地的生命。种族对农民来讲，本来就係天公地當嘅。二重埔農民才會用命來保護、看顧野岸資源的土地。30多年來，從來冇聽過嘅良田戰爭，也把二重埔嘅耕種人歸到天球空去，用劇場表現出真實的生活同勞動嘅場景，為大家行進天球農民同農村，向下來關心土地議題。